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話：要全國人大常委會撤回831決定，中央同特區政府都係退無可退、讓無可讓。香港人係咪仲有需要，或者係咪有能力同中央討價還價呢？今日嘅嘉賓有親身體會。佢生於抗日時期，經歷國共內戰，曾經熱烈擁抱共產黨。70年代創辦雜誌，推動認識祖國。後嚟發生文革，四人幫倒台，佢由認同走向另一個極端。30多年嚟，佢以權力監察者自居。當年嘅同路人話佢為境外勢力出賣良心。佢話一個人係自己一生行為嘅總和，唔在意其他人點睇佢，最重要係自己點樣睇自己。3年前講香港局勢，佢就問喺香港建立一個小中國，就言論層面又有何不可呢？今日上嚟星期五主場作客嘅係專欄作家李怡。李怡，歡迎你。係，你好。咁啊，最近呢，係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咧就喺酒會上面咧話香港咧享有呢個高度自治啊，咁但係咧亦都唔可以啦，唔尊重中央嘅管治權㗎。不能容許借口高度自治而排斥中央對香港的管制權，散布港獨言論，甚至公然地以非法方式與中央政府搞對抗。一國兩制有一國兩制的規矩。嗱，張曉明咧就係以中央駐港機構代表嘅身份講啦，即係有規矩咁樣嘅。規矩咪基本法咯？基本法第22條規定，中央任何部門不能夠干預香港嘅內部事務。咁但係咧，中央都有呢個管治權㗎，即係都唔係絕對嘅自治嚟㗎。我哋係跟基本法，基本法裏邊咧係除咗國防外交之外，香港有行政管理權，同埋咧22條講明咧，係唔可以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選舉辦法亦都好清楚，係要由香港立法會通過2/3通過，冇角色嘅，中央係冇角色嘅。呢個咧就係你嘅演繹啦，但係中央咧就話咧，其實即係831呢個框架咧就定咗落嚟咧，就包括咧呢個普選咁樣嘅。其實你咧就喺即係《蘋果日報》就成日都寫啊，咁就叫人咧話即係絕對唔可以袋住先咁樣。點解你仲咁講？所謂普選係咩意思咧？普選就要尊重每一個投票嘅人，佢嘅自己嘅自由意志。佢唔係俾3個人俾你揀，唔係，佢又點咗幾個名出嚟，佢篩選，好似上一次咪先點啊唐英年，跟住又點梁振英咁啦。係佢可以將即係嗰個提委係佢控制下邊嘅，所以係佢俾你。梁振英 A、梁振英 B、梁振英 C， 俾你3個揀一個。但係香港人有冇即係有冇一啲條件可以同中央去傾咧？而家香港人有冇條件同中央傾呢個係另一件事嚇。香港人要唔要為呢件事咧保持我哋嘅自我嘅尊嚴係一件好重要嘅事。你有冇條件呢個係講實力嘅問題。咁有冇咧？其實香港人有冇實力嚟講咧，你可以講係冇。你可以講話係大衛同哥利亞巨人打，你可以咁講，但係世界上嘅嘢咧，唔係強權唔係等於真理。雖然咧真理係往往敵不過強權，呢個係尼克遜講嘅，但係強權係永遠冇法子代替真理。所以你最緊要個普選係乜？嗱，譬如講我哋去台灣，佢選咗個陳水扁出嚟，跟住啲人話唔緊要，下一次我哋換過一個人選。咁你呢次換一個政黨？咁你有冇另一個政黨提名咧？如果我呢次選咗個人，我唔滿意，可唔可以第二個政黨提名咧？有冇咧？冇啊，仍舊係一黨提名啫喎。所謂提名委員會其實就係一黨提名。政府嘅講法咧就話即係1人1票咧就係真普選咁啊。其實你而家咧就喺《蘋果日報》嗰度寫嘢咁，你同黎智英嘅關係都好密切㗎喎。我同佢寫嘢，但關係唔係密切嘅。但係有人都會即係質疑你呢個身份。佢有我寫嘅，我咁多年。坦白講，呢樣嘢佢係 free 嘅，佢係完全冇干預你，冇干預嘅。呢個一定要同佢講句公道説話啊！佢從來冇話過你邊有咁寫咁樣寫冇。
你又話完全同黎智英關係唔密切啦。咁啊，但係其實咧，你係早喺2012年咧已經喺即係《蘋果日報》開始寫啦，就話講港獨係有言論自由咁樣。你咁樣講係咩意思？港獨點解冇啊？講啫喎，言論自由點解唔得啊？世界上言論自由，你知個界線係乜嘢啊？界線咧就係唔會產生明顯同立即嘅危險，英文叫做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即係你唔可以喺一個坐滿人嘅戲院裏邊大聲話失火唔得。除咗呢個違憲嘅可以講喎，推翻政府都可以講喎，只要你唔係行動。咩叫做行動咧？我約你聽日大家一齊去9點鐘攞埋武器去攻打差館，呢個就係行動。呢個言論就牽涉到行動嘅部分。除咗呢個之外，你推動嘅就唔牽涉行動。咩叫推動啫？美國嗰陣時咧有個案件嘅叫 Dennis 案，佢共產黨號召美國嘅人話組織武力推翻政府，結果有一個大法官佢就話佢有冇力量先？佢喺軍隊、喺警察、喺所有嘅運輸系統冇力量啊嘛，冇力量咁咪就係言論咯。嗱，你亦都講過啦，喺2014年4月16號咧，你寫過一篇文章，就係話咧港獨主張咧係香港民主嘅思想火種，獨立嘅精神、自由嘅思想。喺90幾年前，王國維死嘅時候，陳寅恪嘅碑已經講得好清楚啦。佢講咧就係冇咗自由，思想不自由，無寧死。爛橙同爛蘋果當中解得講，呢個就係思想不自由。但梁振英就叫大家警惕。如果香港人接受到呢樣嘢咧，係自己貶低咗自己。即係梁振英啦，或者其他人咧，一再話而家要警惕呢個港獨嘅思潮。咩叫港獨啊？你可唔可以話俾佢聽咩叫獨立啊？佢如果叫梁家傑表態，我就認為梁家傑唔需要話反對香港獨立。佢應該問佢台灣而家係唔係獨立？咁啊反問佢。如果台灣獨立，如果佢唔可以話台灣獨立啊，咁如果台灣唔係獨立嘅話，咁我哋有冇走到嗰步咧？梁振英咧就特別咧去提到咧港大學生報學院嘅，就認為咧佢哋即係主張呢個香港民族論咧，已經係即係算係推動緊港獨，係錯誤嘅主張。唔止啊，命運自主都係港獨啊，港人治港最後都係港獨啊！話俾你聽，點解咧？因為嗰陣時咧，台人治台呢個口號咧，係謝雪紅一個大陸嘅中國共產黨黨員喺台灣走嚟香港嗰陣時，中共中央叫佢提出嚟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成立，叫佢提出台人治台、高度自治，用嚟統戰台灣。但係謝雪紅後來翻去中國，當時開國典禮啊，佢排第32位。後來反右嘅時候，話台人治台口號就係台獨。嗱，你只要向佢嘅權力挑戰，你就係獨立。嗱，但係要再一樣睇翻啦，有人咧係唔同意，即係內地嗰個發展係即係唔夠民主，亦都有人咧係同意，即係內地喺過去即係幾十年裏面咧，其實係即係富強咗好多，經濟有發展，有人民係即係個生活改善。經濟發展如果唔係帶嚟社會進步嘅話咧，係只不過係益咗一啲特權嘅人，而造成更大嘅貧窮。呢個係好重要。咩叫社會進步咧？係民主有進步，自由有進步。但係有啲年輕人咧，而家即係開始提緊，即係譬如學院，佢哋就提緊呢個尋求香港嗰個獨立民主嘅出路咁樣。佢哋相當年輕喎，如果佢哋被拘捕嘅話，咁點算呢？佢自己負責。佢哋如果提出嚟嘅時候，佢自己負責。每一個人佢嘅言論、佢嘅行為，同埋佢處喺咩環境當中，佢哋會諗。我唔會教佢點樣做，唔會話俾佢聽。你咁樣做咧就唔會被拘捕。我唔會。佢哋每一個人，我相信佢都會諗。你唔好話佢哋唔會諗。你任何人做任何事，一定要為自己做事嘅後果負責。呢個做人係最根本嘅。但係為咗香港要咁做，為咗香港當然要啦。如果17年過去17年，佢唔係不斷地違背基本法22條，不斷地干預香港嘅內政。如果佢唔係，佢係保持住好似魯平所講嘅07年之後
香港嘅選舉就完全係香港人自己嘅事，中央唔會干預。中國外交部亦都重申，如果係咁樣嘅話，香港就唔會有人要獨立㗎，冇呢把聲㗎。啊，如果香港而家有人話提出獨立咧，就因為過去咁樣啊嘛，所以咧提出嚟嘅人唔應該有任何嘅民族主義罪疚，佢哋應該有啊。仲有，如果你自己嘅仔女財產已經係移居咗外國啦，然後你叫香港嘅人去接受國民教育，去接受23條，去接受呢個假普選，呢樣嘢你係以理殺人。如果有23條嘅話，你頭先種種嘅言論會唔會已經即係觸犯到？你已經被拘捕？係啊，我被拘捕啊，準備啊。如果定23條，咪拘捕咯。係啊，人最緊要做自己啊嘛。而家喺今時今日喺香港啦，大家係咪都忠於自己咧？我哋下一節再傾。第二節星期五主場啦，繼續有專欄作家李怡㗎。咁啊，李怡啊，你早年啦就辦過呢個係70年代嘅雜誌，咁當時咧你就叫大家咧係認識祖國㗎。咁但係後嚟咧，亦都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就由肯定啦中國共產黨啦，咁啊變成係否定啦。咁啊時至今日啦，即係人人都話其實中國市場好大，咁啊要擁抱啊，即係中國。周潤發講得好啊，咪揾少啲咯。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價值標準，話俾你。如果你係賺到盡嘅話咧，咁所以咧，我哋見到全街都係藥房，全街都係金鋪。然後我哋見到咧上水咧鋪頭咧就俾人哋做水貨，然後我哋去上火車啊逼爆，係咁噶。你如果係我哋已經我唔會對執垃圾嘅執紙皮盒嗰啲人叫佢揾少啲，我唔會。但係而家我哋係咪可以保持翻香港原有嘅面貌咧？唔得啊嘛！即係阿里巴巴主席咧馬雲咧就最近就抌10億啊，就話協助年輕人創業。佢就會講到問及佢關於即係佔領過嘅青年啦，係咪都可以啦，即係去申請啦。咁佢就話咧係即係需要一啲紀律咁樣。紀律即係唔得啦，即係唔得，即係好簡單就唔得啦。就係呢樣嘢啦。如果你好似幾個藝人就被大陸封殺啦，一樣就係唔得啦。咁你自己要付，老實講，你真係要自己諗住要付代價。就算出嚟嘅，佢讀法律嘅，佢要考慮佢如果被留有案底，入唔入得法律界？梁麗國要考慮佢呢個代價。寫學院啲人佢都要諗呢個代價。問題而家所有走出嚟佔領區嘅人都要諗自己代價，都係揾少啲佢哋。每一個人要付代價㗎。我哋過去太過容易得到嘅自由法治係恩賜嘅，係英國人恩賜俾我哋嘅，全世界冇㗎。台灣點解有民主咧？因為佢鬥㗎嘛，抗爭啊嘛，要付代價㗎。唔付代價咧，美國黑人唔會有平權㗎，英國女人唔會有投票權㗎。現代人所有嘅政治權利，所有嘅權利咧，都係喺好多人明知不可為而為嘅情況下邊咧，抗爭得嚟嘅。嗱，你自己話要抗爭啦，每個人都要付代價。咁啊，講下你自己啦。當年你搞呢個70年代嘅雜誌，咁啊原本係即係叫大家認識祖國噶嘛。咁但係咧後嚟咧你就完全係否定咗。你有冇付出到代價？你今時今日仲可以寫文章？我當然有付出代價啦，但係我唔想講自己太多嘢。當然付出咗好大代價，但係你付出咗啲咩代價咧？年輕人點樣即係咪行你呢條舊路啊？咁我唔需要，即係如果你要講咩代價嘅時候，我就變咗要即係當時被踢出嗰個公司啊，同埋即係嗰啲嘢啦。所有呢啲嘢唔係咁緊要嘅，話俾你聽，你只要付得出就得啦，付得起就得啦。個過程係咪？過程要講好耐，唔係簡單可以喺度講，而且我唔想喺度講咁多嘢。因為實際上咧，呢樣嘢就牽涉到咧左派嘅當時有咩又唔準買啊、唔準印啊咁樣，你搞好多嘢出嚟，咁搞到我無法子生存，咪自己去集資去另外搞咯。
因為最主要一樣嘢咧，就係一個刊物，如果佢係有讀者支持咧，佢嘅決定嗰個生存咧、存亡咧，唔係應該喺編輯嘅人決定嘅，係應該讀者決定嘅。所以我將佢交俾讀者，有讀者俾錢去支持，重新建立起上嚟，係好辛苦，唔緊要㗎，你要付代價㗎，唔緊要啊，言論自由啊嘛。你話有轉變係有，但係轉變係形式，全世界形式咧都要有轉變嘅。Karl Popper 講得好清楚，所有嘅嘢都係從批判過去而得嚟嘅。你講到即係你自己有付代價咁多年後啦，而家明報啦最近亦都有一個關於6·4擺唔擺頭條嘅情況，同呢個總編輯鍾天祥啦就有一個唔同嘅意見啊。員工就係即係用鋼筆啦嚟到做一個抗爭，咁係咪又係一個付代價？都要啊，當然係啦。佢哋可能冇機會升職，或者可能被炒魷，唔係咁便宜得到㗎。香港就因為太容易得到，以前我哋嘅自由、我哋嘅法治太容易得到，我哋冇經過抗爭。台灣啊，為咗民主，佢做咗好多嘢㗎。恩賜嘅民主咧，嗰個唔係民主嚟㗎，嗰個全世界未有過一個地方嗰個民主咧，你向更高一級嘅權力，佢恩賜俾你冇㗎，未試過啊！歷史上未試過。你眼中嘅香港就係咁樣啦，但係亦都有人眼中咧就覺得而家咧就係要報效祖國啦。呢個就係主旋律。大家譬如例如見啦呢個青少年軍咁樣。青少年軍係咁，邀請佢參觀啫喎，入到去話你而家就係啦。認識國家唔係合理咩？認識國家係我哋好認識國家。你入到去，所有去大陸認識祖國嘅人，年青人入到去第一件事就冇咗 Facebook， 呢個就係國家。嗱，我可以冇 Facebook， 你或者已經唔得啦。年青嗰啲係絕對唔可以㗎。國家係乜嘢？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國家係乜嘢？但其實而家嘅主旋律就係要認識國家嘛。你呢個論調其實係咪過咗時啊？國家，我根據中國共產黨嘅解釋，係階級統治嘅工具。根據全世界公認嘅解釋，係主權、人民、土地。我睇咗一個電影咧，就講呢個林肯被殺嘅。被殺之後，捉咗一個同謀者。捉咗個同謀者咧，有個律師同佢辯護。當時就有啲人話：即刻要立即審訊，立即判死。如果你為佢辯護咧，咁樣咧，我哋嘅國家就會亂起上嚟啦。南方嘅暴力就升起啦，係嘛？咁我哋國家都冇啦，要你嘅法律嚟做咩啊？呢個律師點答佢咧？如果冇咗憲法保障我哋人民嘅自由同法律嘅權利、法庭嘅辯護權利，我要呢個國家嚟做咩啊？呢個就係我哋對國家嘅睇法咧，就到底係從人民嘅角度，因為同嗰個掌權者嘅角度嚟睇，呢個最大嘅分別。如果你話佢打咗江山之後，佢就攞咗個權力，所以我哋個個都去趴喺地下，要俯伏喺佢度咧，咁呢個就係魯迅所講嘅中國人活喺兩個時代，一個係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一個係想做奴隸而不得嘅時代。香港有啲人就係有呢種想做奴隸而不得呢種心態。咁對年輕人嚟講，佢哋嚟緊最大嘅思考係乜嘢咧？係咪都要即係行你條路，要吃一啲苦？我冇叫佢哋吃苦，佢哋未必吃苦，要睇佢哋點樣衡量，同埋睇佢抗爭嘅情況點樣。我坦白講，亦都冇乜點吃苦。我係有付咗代價，但係冇吃苦。我生活喺香港，所以我唔使吃苦。如果我生活喺大陸嘅時候，老早就鬥死咗啦，仲可以生存啫。即係香港人點樣去諗，點樣去做選擇咧？面對即係中國呢一個咁大嘅巨人，我覺得係冇㗎，因為如果你從呢個實力嚟講，你當然係覺得係好難同佢爭啦。但係如果你話我哋係覺得我自己要做翻點樣嘅人，香港要做翻點樣嘅香港，
呢個你一定要爭嘅。如果你唔爭，就表示你順服，表示你自己已經係唔係一個獨立嘅個人，而且唔係一個思想自由嘅人。當然爭嘅結果係點樣咧？正如尼克遜所講嘅嘢咧，儘管強權係冇法子代替真理，但係真理有時係敵不過強權。整體嚟講，我唔係咁樂觀，但係因為有咁多年輕人咁樣奮起咧，我就仲係比較樂觀。老實，如果冇咗學院嘅文章咧，香港仲可怕喎。嚟緊嘅香港要點樣去繼續走落去呢？今時今日嘅香港人啦，到底係點樣呢？有幾多香港人能夠唔失去自我，忠於自己，保護香港人珍視嘅誠信、法治同埋自由，守住香港人嘅核心價值，令香港繼續係香港，繼續係一代又一代香港人嘅主場。星期五主場告一段落，後會有期。